餐食乜餸？陳皮牛肉餅，正片有詳細嘅食譜。馬蹄洗淨切碎，檸檬葉同埋陳皮都切碎。牛肉剁碎，加入切碎嘅馬蹄、檸檬葉同埋陳皮，按照熒光幕嘅調味料醃佢半個鐘。醃過嘅牛肉均勻咁鋪喺隻碟度，水滾落鑊，大火蒸8分鐘。揼返啲蔥花，灒入熱油同埋少少蒸魚豉油，咁就完成咗㗎啦。呢個懷舊又經典嘅牛肉餅係咪好易煮呢？記得訂閱我啊！逢星期3新片上架，下個禮拜3見。